嗱，今晚美國咧就公布咗一系列嘅數據，對於美國經濟嚟講有啲咩啟示呢？而美銀嘅 CEO 唱好 AI 對經濟嘅貢獻，佢又有啲咩理據呢？介紹今晚嘉賓，我哋請嚟有易方資本投資總監黃偉喺度嘅 Fred， 你好。你好 Mavis， 大家好。你好，詳細同你傾之前呢，先同大家跟進下早段美股表現。暫時嚟睇呢，三大指數都要向下嘅。咁啊，道指方面呢，就跌緊60零點，做48,200點嘅水平啦。標指嚟講好淡增持嘅，最新微升1點，做6,879點。咁至於納指方面啦，最新都微微向上啊，微升5點，做23,400嘅水平。跟住睇埋歐洲股市最新表現啦，三大指數個別發展嘅，英國富時100指數都係好淡增持嘅格局，最新報9,867點。德國 DAX 指數升近50點，做24,300嘅水平。咁至於法國 CAC 指數咧就微跌緊10零點，報8,109點。睇下今晚嘅美股焦點啊，當中包括諾和諾德佢旗下嘅口服減肥嘅 GLP-1 藥丸咧，就獲得咗美國 FDA 批准上市嘅，估計約升緊大約7%。咁至於另外一間嘅船務公司 SIM Integrated Shipping Services 啦，管理層咧就話有好幾個嘅收購建議，而家正喺洽談當中，佢嘅股價咧大升大約1成㗎。咁至於軍用船隻製造商 Huntington Ingalls Industry 方面啦，彭博就報導特朗普咧嚟緊會約見唔同嘅國防企業，並且鼓勵咧佢哋擴大咧對國防嘅投資。暫時嚟睇呢間公司股價都升緊半成嘅。嗱，今晚美國就公布咗一系列嘅經濟數據啦，包括第三季美國 GDP 嘅修訂值出乎市場預期，上升4.3%嘅，亦都講緊係2年以嚟最大嘅增幅，比起預期同前值都為好。嗱，飛我哋望住個經濟增長就似乎遠遠超出市場預期啦，但睇翻其實期內個投資咧係有減少到。點睇個 GDP 增幅係講緊一次性定還是真係能夠長期維持到向上升嘅動力咧？我諗短中期會向上升嘅，因為而家即係 AI 嘅嗰個浪咧，令到大家嗰個心態少改變嘅，即係衣食住行同埋吃喝玩樂啊嘛。佢哋對一啲中長，我估咧，其實嚟緊咧應該會係對啲中長嘅投資咧，或者係買一啲設備啊，或者個人消費啊，其實佢會傾向玩樂主義嘅。咁你玩樂主義，你會即係因為你覺得啊 AI 嚟啦，我哋即係好多嘅工作都冇啦，我哋將來就收 UBI 啊，即係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啊嘛，即係有啲係 UHI 咁啊，即係總之就政府養我哋啦。其實我哋都唔使儲咁多嘅，反正揾工啊，讀咩書都其實冇用噶啦。即係呢個心態其實係全球性嘅。咁喺美國更加明顯，因為美國啲新一代嘅學生咧，即係讀電腦啊，讀好多都揾唔到工啊。咁調翻轉係白領揾唔到工啊嘛，藍領，即係呢個趨勢應該係持續嘅，我覺得係。所以短中期 GDP 會升嘅，其實呢個都幾強勁喎，4.2真係。咁我估會好過，同埋明年又會減幾息啊嘛，呢個金毛戰亂狂會攞支槍指住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咁呢個大家都預期嘅，所以大家係一個末日狂歡嘅一個心態咯，我覺得係呢個會刺激到嗰個短線嘅消費咯，可能會係。嗱，雖然我哋頭先講呢個 GDP 嘅實際數字嚟講就超出咗市場預期啦，但睇翻今晚公布嘅其他數，包括呢個工業表現，似乎就差強人意。睇埋呢個10月份嘅耐用品訂單初值啊，其實萎縮咗2.2%。無論講比起預期也好啦，其實比起前值也好啦，表現都係差咗嘅。而11月份個工業生產按月表現咧，增長就0.2%啦，略為比起市場預期好少少。另外稍後咧就係11點打後就會公布12月份嘅經濟諮詢委員會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期咧就比起前值88.7為高，預期嘅數值去到91嘅。但如果最新睇翻美銀嘅研究所咧，有份新嘅報告講到話，其實而家似乎美國高低收入嘅家庭過緊一個好唔同嘅生活啦。啲低收入家庭就過緊叫做一個月光族嘅生活啦，更多嘅財政預算要分去啲食品啊、雜貨呢啲 basic 嘅日常生活開支上面，亦都減咗啲例如買衫啊、航空啊、酒店開支。但相反高收入家庭咧，餐飲、旅遊、娛樂、酒店呢啲即係非必須嘅消費開支，其實都增加緊。綜合以上，我哋頭先講到啲數據，工業需求減慢，以及係高低收入家庭似乎出現兩極化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點評估咧 ，Fred 美國個經濟增長係咪仍然可以稱之為叫穩健呢？暫時都穩健嘅，不過嗰個貧富懸殊個使費嗰部分係拉開啦，一路再即係低收入家庭就可能
偏向躺平，我覺得係，即係佢見到 AI 個浪潮咧，雖然暫時未去到藍領咧，但係嗰個情緒係影響得比較大啲嘅。但係高收入嘅家庭咧，其實佢哋可能諗法係啲唔同嘅，佢哋即係都依然會去旅行啊，要即係嗰個可能亦都賺得多啦，因為你其實好似 SpaceX 咁啊，或者係咩 OpenAI 啊，哇！你啲邊度係你未上市㗎嘛？其實未上市都成萬，即係成萬，即係 SpaceX 成15000億係咪美金？咁 OpenAI 都幾千億美金。其實呢啲股票你買唔到㗎嘛，你係超高收入嘅人先買到㗎嘛，即係喺香港一樣㗎，你買唔到㗎嘛，你一般人買唔到嘅。咁所以個財富效應係喺高收入嗰度係顯著啲嘅。咁佢哋係繼續會使錢嘅，同埋佢哋係即係都係會中意呢啲娛樂咯。但係低收入嘅可能就係躺平等 UBI 咯。呢種情況我諗會持續，同埋嗰個差距係越拉越大嘅，應該係呢個會係新時代嘅一個特徵嚟嘅，可能會係。嗱，我哋講完呢個美國嘅整體經濟狀況之後咧，又針對住科技呢個產業進一步傾下。嗱，Fred 到底即係 AI 係咪叫做一個產業泡沫？其實近呢幾個月都相當牽動住市場情緒啦，亦都明顯見到一眾嘅 AI 相關股其實近期嚟講表現都放軟咗。不過最新又有機構話繼續唱好呢個 AI 行情，包括就係美國銀行嘅行政總裁莫尼漢。嗱，佢點講咧？就話其實人工智能咧而家就係開始對緊美國經濟咧嚟緊會產生更加大嘅影響。其實佢就話今年一路以嚟嘅 AI 投資都 keep 住有增長啦，而出年或者以後啊喺將來更加會成為更大嘅貢獻因素添。AI 而家發揮緊一個越嚟越重要嘅作用，又話即使講緊 AI 呢一個行業啊係真係有過熱需要收縮嘅話，其實對經濟帶嚟嘅風險都相對有限嘅，包括就係個失業嘅情況啦，以及係對消費者信心嘅影響，佢睇呢啲風險都係有限嘅。嗱，Fred 你又點評估咧？係咪到至今為止都仍然覺得啊，大家市場好擔心呢個 AI 泡沫化？其實只係一個偽命題咧，你又認唔認同頭先呢位美銀嘅 CEO 講到啦？就係話，就算 AI 呢個產業係要面臨收縮，對經濟嚟講影響真係咁有限咧？我又唔係好同意喎。如果 AI 收縮嘅話，應該影響好大嘅，因為個情緒影響非常之直接嘅，會係因為大家都即係你唔似其他電子產品你可以唔買咧，但係你 AI 基本上已經滲透喺每個行業裏邊咧，因為免費㗎嘛，好多係。咁所以我估 AI 嘅資本投資係咪過多咧？其實你可以話點樣講？數據中心咧係起到周圍都係嘅。我係唔係好信呢數據中心可以用咁多年嘅？即係啲新嘅 Blackwell 啊，或者係 Rubin 啊，後面嗰啲嚟，竟然嗰啲舊晶片可以用多咁多年，我唔係好信嘅。其實呢個係即係但係佢嗰個晶片啊，或者係啲即係呢啲 infrastructure 咧係持續地會係 linear 咁樣上嘅，即係個應用應該係 linear 咁上嘅，但係就唔會一個 jump 嘅。我覺得係一個跳躍咧，可能真係要AI agent 咯，即係 AI 嘅助手咯。但係呢 AI 助手佢個 common sense 好弱噶嘛，即係我哋成日喺呢個即係信報嘅專欄寫噶嘛，即係其實佢一定要等量子電腦嘅，因為冇量子電腦咧，佢嗰個計算嘅嗰個可能性咧係太少啊。當你太少嘅時候，都唔明人哋問，即係幫唔到手嘅。其實應該係，我估係要等量子電腦4至9年到咯。我覺得係，咁4至9年出咧，就嗰個會係一個驚人嘅一個進步咯。所以我估去到嗰時先會比較大嘅，對市場有個好大嘅一個轉變咯。即係會各行各業都會即係個面臨嘅衝擊係而家嘅可能係幾倍嘅，而家都仲係前菜嚟嘅啫嘛。其實係邊度即係好慢咗，你啲估到有啲咩影響啦？即係嗰啲分析員啊、咩律師啊、醫生啊。但係你見其實啲人都唔係咩嘅，即係照最高分嗰啲全部都仲係揀緊呢啲科㗎嘛，係咪？即係即使你見到啲師兄師姐都揾唔到工啦，或者已經佢哋嘅工作時間已經係急劇縮短咧，但係你見大部分人都仲係揀咧，所以嗰個 momentum 啊，嗰個 inertia 嗰個大部分人係未轉過嚟嘅，其實係。咁所以我哋估 GDP 又好，估呢啲耐用品訂單個工業生產乜鬼，其實你要估大部分人嘅，你要好清醒知道嗰件事係咩先，但係你要估大部分嘅院友係點樣諗嘅，因為呢個世界係大部分院友控制嘅，唔係控制嘅，即係佢矮多啊嘛。咁你矮，你要估下啲矮點樣思考，點樣反應啊嘛。佢即係佢惶惶不可終日噶嘛。佢唔係咁，所以我成日講股市咧點解咁難咧？就係你要估矮民係點樣，
即係誇張到緊你個股蟻民，基金經理都係蟻民啫嘛，其實佢啲都係跟嘅啫嘛，都唔係即係唔係聰明錢，唔係第二功能噶嘛。咁係大部分你都係院友嚟啫嘛，其實4種院友其中一種嘢都係。咁你要估佢哋嘅行為咯。咁佢哋嘅行為頭先我講到啦，頭先佢哋嘅行為就係有個 inertia 嘅，仲有個趨勢嘅，依然都係揀名校啊，揀呢個即係嗰啲去讀啊咩？佢啲都唔知都未睇到個死字點寫嘅真係，即係未清楚嘅其實係啊。嗱，我哋 AI 產業，我哋就同阿 Fred 暫時一節傾到呢度先啦。休息翻嚟去傾下航天科技相關嘅公司，佢哋最近表現又如何呢？轉頭見。各位翻返嚟節目時間，嗱呢節咧同大家詳細講嗰間規模相對細一啲嘅太空衛星技術公司 SIDUS 啊。嗱公司就成立喺2012年嘅，專注咧就喺微型衛星嘅開發啦、製造啦、發射同埋數據收集等等。嗱應用範圍咧就涵蓋咗商用啦、國防啦以及各種唔同類型嘅太空任務嘅。頭先講到嘅以上範疇啊，都相當之亮麗、相當之亮眼啦。但係上個財年期嘅公司講緊實際收入咧，得大約470萬美金嘅啫，淨虧損咧去到1760萬美元嘅。而公司資產淨值咧講緊就大約2600萬美金。整體嚟講咧，其實都唔係一間好大規模嘅公司。嗱不過咧，公司就尋日發咗份聲明，話已經獲得咗華府咧金窮飛彈防禦戰略組成部分 Shield 嘅呢份合約。嗱成個計劃咧總預算高達1510億美金咁多嘅，但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咧，其實 SIDUS 冇講明到啦，今次獲得嘅係乜嘢類型嘅產品合約啦，交貨咧係幾時係定期要做啊，即係定量要交幾多，其實都冇講到嘅咁。嗱不過其實咁都冇阻到公司股價喺尋日出現咗異動啦。其實尋日嚟講升幅啊，去到成97%咁多，價位咧上到2.29美元嘅，成交量講緊更加達到成3億8千萬股咁多添。如果以公司個流通股數咧，其實講緊得3480萬股嘅啫，即係話個換手率超過成1000%咁多。嗱而升咗咁多，其實講緊公司市值上咧，都只不過係上到大約係8000萬美元呢個水平嘅啫。而今日翻到嚟股價咧，亦都要講緊受挫翻啦，跌緊大約係30%嘅水平。嗱講緊一隻市值咁低嘅公司，其實阿 Fred 投資者如果真係想跟進要留意嘅話，其實有啲乜嘢嘅因素真係要小心提防嘅咧？即係佢冇乜新聞就會跌咯。有新聞就踢一腳㗎嘛，即係你似量子電腦啦，其實係咪？咁美國就有啲唔，即係西方有啲唔同嘅，佢啲法律係堅㗎嘛，即係會捉佢坐㗎嘛。咁唔係罰佢幾廿萬㗎嘛，大佬唔係咁樣㗎嘛。所以佢講得呢啲嘢咧，多多少少都有啲根據嘅。如果冇根據咧，佢又唔夠咁講嘅，即係為咗錢，即係有啲底線嘅其實係。咁所以我哋冇嗱，首先我哋冇乜點，暫時冇乜參與啦。因為我哋覺得好遙遠嘅，但係同埋有啲更加好嘅股票可以買㗎嘛，唔需要搏呢啲啊。所以買都唔會買好多啦。你即係以一個基金或者以一個組合嚟睇，就唔會影響好大。咁所以但係其實我覺得值博嘅，其實即係因為咧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係黐住 SpaceX 啊嘛。即係你 SpaceX 啊 Elon Musk 黐住阿金毛啫嘛，其實係嘛？即係呢個火星人黐住金毛啫嘛，金毛自戀狂啫嘛。咁佢好高傲遠噶嘛，講太空啊，講咩？佢好中意列根噶嘛，即係佢中意列根未搞呢啲咁嘅嘢噶啦，係咪？即係星球大戰啊咩？咁所以佢係我估會幫 Elon Musk 一齊做呢啲股仔嘅。咁你 SpaceX 15000億噶嘛，大佬市值，咁你梗係要吹大啲啦。你唔吹大啲點樣？即係呢個未上市嘅公司有15000億，都係歷史上真係少見，未必再會見到啦，真係。咁變咗你唔同啊嘛，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量子電腦應該係實際係好啲嘅，但係實際冇用噶嘛。院友我都話院友唔識噶嘛。你同佢講量子電腦咩糾纏啊，咩 entanglement 啊，咩，佢唔識噶嘛。佢好抽象嘛，乜都話你抽象噶嘛，聽唔明噶嘛，完全係。你同佢講外太空，咦知喎，我知喎。雖然好中意，雖然語我知喎，我 SpaceX 我知喎咁樣，佢以為知啊嘛，佢乜都唔知嘅其實，佢以為佢知啊嘛，佢以為佢知佢就會撳掣噶嘛，其實。所以咧，隨住 SpaceX 嘅，我意思咧，就可能講完一輪又話睇唔明，咁咪 SpaceX 咁嘅公司15000億個利益好大噶嘛，實有好多人寫小作文嘅，極多嘅小作文會湧出嚟嘅。呢極多嘅小作文咧，你就會刺激到其他，佢買唔到啊嘛。SpaceX 大部分人，咁頭先講過啦，即係啲低收入家庭啊嘛，啲咩？你咪買啲上市公司咯，你買唔到 SpaceX 啊嘛。SpaceX 係有錢人玩嘅，未上市，你邊度攞到啲 allocation 咧係嘛？即係雖然我哋都有參與嗰啲。
即係嗰啲項目啦。但係你係一般人攞唔到，你攞唔到時候咪買啲，咁所以一齊，即係大部分嘅院友會參與嘅呢個應該係。所以 quantum 量子反而係會起嘅，我覺得係會快啲，會4至9年就會出現嘅。Space 呢啲咁嘅嘢咧，10年冇十幾年係冇乜機會嘅，我覺得。但係唔緊要嘅，你冇法證偽啊嘛，不停有新聞啊嘛，你係買住先咯，係咁嘅啦，個世界咁嘅係。既然有消息嘅時候，你都覺得呢類型嘅公司係直播。我哋望翻其實 Cetus 啊，嗱佢主打就做微型衛星啦，但係其實同業都唔少，講緊 Black Sky 啊、Redwire 啊，仲有 Spire Global 呢啲公司，其實都同 Cetus 一樣，規模都係相對細啲嘅。咁你頭先講到，既然呢啲公司係直播啦，咁到底個投資策略應該咁做咧？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叫做仙女散花，間間都買啲？呢個係咪一個好嘅策略？如果唔係嘅，仲有啲乜嘢嘅技巧可以同大家分享？係大病房嘅院友分唔到 subtle difference 㗎嘛，佢都唔明嗰樣嘢，即係咪？佢點會識？都唔做呢行嘅都未必識啦。即係你話個人造衛星喺上面係點樣通訊嘅？地下要有個碟㗎嘛，射上去，其實嗰個 latency 係好高㗎嘛，即係同埋你個耗電好，佢唔識呢啲嘢㗎嘛，佢都唔想知啊嘛，唔想知唔想明唔想記啊嘛，佢覺得有得炒就得㗎啦，其實。咁你就要跟佢啊嘛，因為大部分係咁㗎嘛，記住要跟大部分嘅院友去做，千祈唔好咁清醒。你要清醒分析嗰件事，但係你落注嘅時候就要諗，就要幻想自己係大病房嘅院友係點樣運作嘅，點樣撳掣嘅。咁其實應該跟佢一齊撳嘅，佢哋會撳掣嘅。其實你諗通咗咧，其實佢哋睇新聞睇 news flow 睇 tweet 啫嘛，不停會有 tweet 出嚟㗎啦。其實你因為 SpaceX 要上市啊嘛，SpaceX 要呃人哋上傳啊嘛，係咪先？Open AI 一樣嘅，不停有新聞出嚟嘅會係，因為佢利益夠大啊嘛，佢可以令到好多人有飯開啊嘛，咁好多人會幫佢寫嘢嘅。咁因此咧，你分唔到㗎，邊頭先你講嗰幾個名，邊度 subtle difference，邊度唔識㗎啦，其實冇所謂一籃子啦，係啊，即係應該係咁嘅咯。整隻 ETF 仲好，可能有遲啲好快有人整啲 ETF，咁咪幾隻 ETF 喺度炒都係咁啦，大家一齊賺啲院友嘅錢㗎嘛，係咁㗎嘛。咁但係當我哋講到呢個叫做國防呢個主題啦，其實受到國防合約提振嘅，仲有講緊就係韓華海洋啦。佢單日股價嚟講升幅都超過1成嘅。嗱，公司獲得啲咩咧？就係特朗普啊證實咗旗下嘅韓華費城造船廠咧會承接美軍部分新型嘅護衛艦訂單。咁你點睇進一步？既然啊，即係有 news 啊，跟住大家一眾嘅散戶一齊去做有行動嘅，兼且有個大主題喺度，有個故事喺度啦。國防加科技，你睇呢個投資主題係咪都真係 solid？大家都真係會跟風一齊去做，所以散戶都真係可以考慮投資咧。會㗎，有神秘感啊！政府仲一齊參與喺度炒，即係炒新聞咯，我意思係咁係機會高啲嘅。其實不過韓國呢啲股票我哋又唔係好熟嘅，但係即係就咁睇就贏面高啲嘅。但係我哋又唔係好參與咯。但係我覺得即係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與下嘅，但係即係小注怡情咯，可能係。如果呢啲公司係小注怡情，講緊啲大隻啲嘅龍頭公司啦，講到國防科技，今年嚟講就不得不提啦，龍頭 Palantir 啦，其實市值遠遠高過頭先我哋主題講到嘅 Cetus 啊、韓華海洋等等啦。咁會唔會大家如果真係對呢啲國防啊、科技啊呢啲大故事、大主題係有興趣嘅，反而投資翻落呢啲大嘅 Palantir 度，會係更加好嘅選擇？但係不得不提，其實佢年至今升幅真係唔少啊！你睇成超過1.5倍咁多，到底即係講緊呢啲投資落呢啲大嘅企業身上，其實嗰個值博率相比起頭先提到啲中小型企業嚟講，會唔會成日好似啲散戶咁覺得就係永遠都係投資落啲大公司嗰度，嗰個嘅值博或者回報感覺會冇咁高？大家應該點樣去選擇咧？係啊，風險都唔細嘅，呢啲股票啲估值都亂晒龍嘅咧，都唔係用 P/E 計 ，P/S 計，P/S 都亂晒龍㗎啦，你乜嘢計價都亂晒龍㗎啦。但係同埋佢而家係 enterprise 嘅增速係比較快嘅，即係佢有國防，亦都有 enterprise 嘅 solution 啊嘛。佢 idea 好好嘅，其實真係佢 AI 要 roll out 咧，要令到多啲人用咧，佢係進入嗰個派一隊人入去幫佢優化啊嘛。咁呢個即係佢係好先嘅，即係幾年前已經開始做咧，好聰明。咁但係即係你實體面就係 enterprise 都會 take up 啦，唔使理佢嘅其實。即係你即係又係講啊，院友邊度理咁多啊？理咁多就唔會炒到咁高啦。其實唔理嘅，只要佢仲有國防嘅嘢，只要耐不耐又攞到啲國防嘅訂單，你都唔使理佢幾大嘅。總之佢攞到，一路有新聞推送咧。如果大市又未冧咧，都係會都有得炒嘅。咁即係係咁嘅，其實即係唔係咁。即係我經歷咗幾廿年咧，我先明白原來係咁嘅，即係所以先
先寫專欄講你哋講呢個腦科學啫嘛，其實係即係你要深入了解大病房院友嘅，佢佔據一半㗎嘛，其實佔全世界一半人口，大佬咁滯又快過人，你要諗佢點樣諗啊？唔係諗嗰個真實，你都要諗真實嘅實體係點樣？實體就頭先我講啦，但係佢唔係跟實體嘅，佢係跟院友嘅情緒嘅。咁院友情緒係會，只要大事唔冧咧 Palantir 呢啲應該都係會支持住嘅，可能係。即係講緊間公司啊，規模大與小都可能未必係最關鍵，有冇故事咧，有冇新聞咧，兼且埋就係大家個投資情緒係點啦，可能呢啲啊更加主導住大家嘅投資表現。呢節唔該晒阿 Fred 同大家分析咗咁多。